柯林芬小姐，请你嫁给我。这对夫妻呀，为了省钱，决定把婚礼跟开幕放在同一天，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终点。欢迎光临，来吃冰嘛！你双排玩本滚同的以前，你也没有嫁出的用。谁想这样？你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说你妹妹住院是因为吃了我们的冰嘛？这个诊断证明我放在这里，要不要赔随便你。我会天天来这里发传单，说你们冰点的东西不卫生，我看有谁敢来吃。水摸不聽啦講我，做擺緊唔地放揚，從多個聽啦講我，要企到上做貓王，個落去會變難養，上個冇去關於上，成功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前跳啦昂昂，前所在來去跳空，是到處跳啦昂昂，我主線難度形容，個落去認定昂昂，衝動應成成功嘅。还是会来吧。他真的是每天来站岗发传单。哎，不用管他了。機場然後也會有問題啦。佢嘅行路尾吼，真勤帶醫院，用唔起醫院脾氣咯。還有時間吼，這兩日就掂好了。要不然我们去医院看一下好了，说不定真的在住院哎。係啊。係啊，係哦，就算真勤帶醫院吼，要某一天老外就有上幹啊，也吼係點嘅命上嘅問題啦，車推做唔定用鋪啦，唔了唔出少啦，等下吼佢再過來吼，那就很緊張。小心，不卫生，不要吃，小心哦。哎，这个不卫生吃会拉肚子，小心啊，小心注意卫生啊。警察先生，这位先生，你不要再站在这里了，你这样子发传单是违法的，人家要告你诽谤了。我还没有告他们，他们还有胆子来告我，有没有天理呀？你的情况啊，我也很同情你啊。可是我们做警察就是这样，民众报了案，我们就要处理。你赶快直接去法院告他吧。你一直在这里，我也很为难，就跟我走吧。算你狠，我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。哎，有穿冇啊？我咪老等人算下嘛。做生意啊，我就同佢好下咧。那已經算好了啦，好吧？
无穿也无配啦，拄拄好大片啦。真紧，某个了钱，手会好一开始啊。你要错吧？房东大哥，啊，你好你好。哎呀，我弟啦，歹势呢，听讲以后，我老你送过去就好咧啦，唔好，唔出来点风啦。嘿啦，歹势呢，唔嘿啦，按拄好呢，听讲以后，我去业务下顺后啦。嘿啦，我老你送过去就好咧吼，吼，按姿势呢，歹势吼。够钱啦？哈？唔免啦，我唔记得啦。阿强，哦，你还利息啦，卡高诶，你要写你就用啊。快啲啦，按时说呢，一段时间吼，迄高度死去啦，也紧嘅，银行又越来越多啦，还相信哦，点拄个生意哦，一定会更来更好啦。还先走咯，好，唔慢啦吼。再见了。这个送给你啊。你还回去吧。医生说我刚动完腹膜炎的手术，所以要进食。不卫生吃会拉肚子，小心啊，小心注意卫生，注意卫生啊！我还没有告他们，他们还有胆子来告我，有没有天理呀？医生说我刚动完腹膜炎的手术，所以要进食。也还冇个懒贼子啊！啊，你用这个凊彩写呢？讲嘛个消费者哦，一定要提高多大啦！挨怎还顾忌了防火名医咧？忒过分咧！啊，伊原来做掉男啥喏？阿强啊，唔讲迄个嘢，又好哈。像这种事情哦，媒体都会起到消费者嘅位啊，咬定商家哦唔标啊！小罗，这是刚收到的信，是不是法院寄来的？纯正信函，100万啊！我挨到赔100万啊！还去抢银行啦！哎呦，事情又变那硬硬哦，阿个用夹死啦，伊明明都系大众的啊！安尼应该唔是赔给钱错吗？一仙钱都唔会赔，很爱赔，爱赔还早就赔的啦。讲紧咪凊彩讲法啊吓，我弄怪嘢啦，挨到哪样事哪些不记得这个事情啦？凊彩讲，按好说话。对不起，那些钱是我拿去给他们的。啊？我有去医院呢，他妹妹真的是得了腹膜炎，现在还住在医院里。可是我一再告诉他们，
那些钱是因为我看到他妹妹很辛苦，私人赠送给他们的，不代表冰店的赔偿。妈，你看你自己做主嘅啊！你又唔请个残翔嘛啊！你做乜唔同吧？我的本意不是这样的，我也不知道会变成现在这样局面，对不起。你到底是太单纯，是太愚蠢了？这种人是给他们一点钱就会没事的吗？拿錢本記條啊，點都俾人哋唔錯啊！他一賣後，見到自己的大宗呢，又幹啥啦？100萬，我喺哪邊錢100萬啊？人都冇去做你希望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嘛。阿强啊，你做乜又卡卡的？万千大位啊，有某个事情慢慢的讲啊，离婚又要故意啊。讀到亞中事情，你愛人要問冷清啦。你太小子哦，係有錢。讀到事情是想用錢解決係嘛？你又唔用頭腦想下咯啊？你又唔老嚟殘想咯？我因為有你那種不用啦。好嘅好嘅啦。阿妹啊，亞勇是人哋嘅講法。冇叫佢，冇叫好，我啲，冇叫佢。100萬呢，拍拍送人係冇？唔叫強過啦，我一剎吼單手單腳啊，點冇看未來啊？迄個無才挑啦，迄個冚改啦。阿強啊！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，总动你谁星光给我。Yeah, that was cool, huh? 罗强，怎么啦？一个人坐在这边？我用完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会一个人坐在这边唉声叹气？这不像你哦，罗强。上来，天哥，你最近用完了？嗯，不怎么样。最近啊，戴帽子啊看得很紧，好几个手下都已经进去了，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不过啊，生活就是这样啦，得过且过。来，闷的时候啊，抽一支烟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都等很久了，麻烦快一点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阿妹，可以叫号码。好啦，等一下啦。哦，马上都会。
个阿强还端正哦，头发还无顺利啦。哎呀，顺利按好吼，佮看唔到人啦。你看过来哦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哎，你会？阿強，也有來啊，係咪？唔知走去哪啲嘢咯嚇，錢無限呢。來，喂，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做哪个呀？小罗，这个不能吃吧？这个不能吃吗？阿強，你喺用嘢呢？啊？小罗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不然早点回去休息好了。係啊，你先轉去睡一下，好冇？好啊，等下班我去睡下。可能踢球嘅哈，去睡一下來。对不起，那条抹布来帮人家擦衣服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快点，快点给我！強啊，唔好講俗嘅啦，嗬，唔俗嗰樣嗬，親家都免下嘅啊，大順啦，嗬。没有发烧啊，小罗，你不要吓我，你怎么啦？好冇？嗬，先乖樣嗬，冇講俗嘅呀，好冇？感覺以後，你講到也係咪到某個無槍呢啲東西哦？啊，看嗬，帶去樹講一下好誒。好。阿強啊，你請乖哦，你同阿妹去一年好冇？好嗎？我去哪呀？那個請個師傅哈同樹講啦，哈。有冇去啊？哎呦，我們去一下嘛，好嘛，來。係冇去啊？快就回來請乖哦，哈，哈，好不好？鼓勵人個熟啦，好冇？係冇去啊！阿強啊！阿強，阿強，阿強，哎呦，哎呀，死死佢啊啦嚇！啊，險嘅飛眼冇飛眼啦，行得出去嚇。佢用吉勢啊！嗰種部門是你牽做空用哦，公法行數都清乖啊！誒，來當好啊，聽數高啲啊，來同離婚嗬，去咩風
烧香求菩萨保佑阿强。哦，行，我等下有件事情要办了啊，行走了，好。行走来啊。哦。小罗，我觉得收银机里面的钱数目好像不太对哦。不对，怎么会不对啊？难道还会多出来啊？不是啦，是少了。那些大面额的都不见啦。多了少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今天那么忙，根本没有数过啊。到底少多少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差不多5、6千吧。我也没有仔细算啦，反正一定是少了。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报警？嗯。哎，少多少？你又不知道，根本没有算，报警，警察怎么处理啊？下次小心点嘛。可是。你是陪伴酒店的小姐，暗时就来沾酒家。你在落好久啊？总算地转来哈。有，你没事情，你就牵目个来哈。也冇啦，唔做乜要调拿收银机伫买钱啊？乜个收银机？啊，乜个东西啊？唔够加，唔够加。妈。本店伫买收银机的钱。本店？钱唔见去啦？系啊。按讲系调拿啊！拜托啦，我老等的了啊！我来点我钱，我使用调的啊！讲的嘛个做法。可是你就自家注意钱拿走的，系咪？那一阵无做可能来调拿钱啊！哈，我根本唔知你讲嘛个。哎，系同讲哦，系拜托唔好搁增加阿强的问题好冇？伊最近吼变啊清乖的哦，我用钱吼同我讲，系一只很有意思的啦。我拜托唔好用迄种方法去拿好冇？点啦！啊，讲来讲去，你再反映系调拿强的钱出来哦。啊，无钱又会唔记现咯，钱又无上脚啊。我讲系无拿就无拿，我是冇因凊彩拿。怎么会不对啊？难道还会多出来啊？少多少？你又不知道，根本没有算，报警，警察怎么处理啊？下次小心点嘛。
离婚啊？阿强嘞，你蛮准啊？因为厝边无多也还无看到人啊。他昨天晚上比较晚回来啦。他今天一大早出去了，说要考察别人的店。我听他说今天晚上还要去跟老怪他们聚一下。哎呀，蒙错啦。蛮奇怪的，我一旦睡梦到亲切的人啊，因为厝边无需要安息啊，无通让人开门来送啊。阿梅，嘿，你听不听啊？人累了就是会这样啊，睡得比较深嘛。嘿啦，赶快去睡啦，哈。这2天去哪里了？我去老怪他们家，跟老怪聚会嘛，喝了酒，睡着了，就住他家了。不要骗我了，你在吸毒对不对？衣橱上的盒子我都看到了。我是有在吸，不过没有上瘾。你放心，不会影响工作的。你的意思是你还要继续吸下去？没有啊，我已经在戒了。戒得掉吗？可以的，放心啦。我去打冰淇淋啊。欢迎光临，两位好，这边请坐。两位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招牌芒果4果冰？好啊。 2碗吗？对，2份。谢谢。2个芒果冰。哦。来，2位的芒果4果冰，请慢用哦。收音机怎么了？它打不开哎。给我钱好不好？没钱。给我钱嘛！没钱。给我钱呐！阿妹。嗯。我来留钱好不？啊？哪个钱啊？哪个钱啊？不要给他。你们都不给我钱是吗？ 用你等本来钱啊？好啊。阿强，给钱，我是老板，该给钱了。小罗，还没吃完付。我叫他们付钱啊。干什么了你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下了毒哦，你不给钱，我不给你解药。不好意思哦，先生，他开玩笑的啦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要给你们解药，你们赶快付钱。我要给他们解药啊！快点付钱，我给你们解药。小罗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小罗。
给不给钱？哎呦，给钱！小龙，你不要这样，小龙，阿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走了吗？我是要给你们解药，我要解药！我只是，爸爸，你等等！阿飘。莫惊，莫惊，莫惊！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总动人生，星光一抹。阿梅啊，这么重的东西我搬就好啦。怕人啊，就搬啦，唔係嗰度事情要做啊，唔怕啦。没有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老板娘，嘿，来了。老板娘，月底了，我可不可以请款呐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，下次一定把货款一次准备齐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我很为难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先坐一下，要不要吃冰？啊，唔是啦，林芬。对啊，阿强啊，你冇出啊？今日拄无拄点拄啊？哎，我吗？哇，来啊，来，这个先啊，选那边。哦，几号先呢？无多点拄啊。不过日今日，看到阿强一直在预支现金呢。你今日黑么？他不但预支现金，上一期的贷款他也还没交。罗妈妈、林芬、阿强都在这么盖啊。安用下去也唔係辦法啦。本來過來欠花期嘅，佢一下貸款也繳唔出來，錢也用手多嘅，做唔得安下去。我會請銀行先來處理啦，人就一天愛請阿強轉來面對人條事情。老怪，順利啦。唉，唔是人係費事你啦，要唔係人條嘅唔錯。晚上阿強啊，應該係因為邊點嘅生意唔好，爭轉唔過來嘅。有位係銀行嘅記錄，我先留在有位，人條一天愛係阿強轉來啦。謝謝你。阿強也係嘅前軒，人條咁講，我也唔多悶啦。我相信阿強。阿強從小就唔係一個冇負責任嘅人，人哋好好傾花佢，佢聽我進來。一下你上班嘅時間，係先轉去銀行咯。唔是送啦，先走啦，再見。再見啊！阿行哦，好生意哈。離婚啊！頭晚嘅阿發有講啊，講嘛嘅請銀行做一些處理，係嘛個意思喏？我嘛唔清楚誒。係啊，家家，你打電話請問下阿強啊，家可以會接電話冇？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有人叫吗？
手机没开。没开哦。阿妹，生气啦？对我卡照出来过后，我全无老人联络。当夜抢相用毒品，加给我嘅手里，加给我嘅一大堆麻烦。我身后无钱嘞，不过还做得靠信用卡借钱买毒品，只要还有钱，做得买到毒品，时间就会暂停，所有艰苦嘅事情都唔会再过前来。我冇想到会有2日，连信用卡都冇用嘞。喂，信用卡服务中心吗？请问一下，我的卡片为什么不能使用？你凭什么停我的卡片？你凭什么停我的卡片啊？阿 Q， 你做乜嘢啊？你呢個東西係同離婚結婚了後來做咩啊？阿 Q， 係你阿媽同我講，想都冇想到，我未來被人欺。老關，你要搞乜計啊？你老爸用信用卡同銀行借錢。你没来人做不卡讲呢？阿强，失败嘅，做得过来过啊！唔做唔让伊麻痹一家，上安尼心啊！阿公，妈，阿强，妈，发生嘛事情了？老关，然后出来，出来，然后过来。你怎么敢直接给个信用卡啊？你老奶没老领分讲你的信用有问题，你这个做乜嘢啊？強啊！冇咁錯啦，你信用卡喺銀行去填呢，上班以來辦增加貸款，係冇批准啊！真係好用題啦嚇！強啊！為咗便店生意無好，而心肝真艱苦嘅。不過人用把債越把越多，越來越慘嘅，係咩用銀行來逼伊？我咪真係唔想人用下去。老你媽個相管呐啊！你做乜跟他講嚟啊？你當作你在銀行上班了不起嘅嘛啊？我來幹！12先生，再不冷靜一點，我就通知遠景。好啊，你去通知啊，就叫遠景來看看我的好朋友怎麼對待我。這個就是我的好朋友啦啊！窮啊！你在那，我就直接送你去警察局。不好意思，他是我朋友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。聽明啊？媽人家朋友啦。因為媽係超無相干，超唔想看日本嘅禮檢察局啊！兩千下來，唔知點解冇都演戲嘅。哦，你啱嘅，你啱係幾點？你啱幾點？強啊！
相當熱情，煽風點火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这东西去店里煮就好了。按周烘，又要来天数古雕，你的身体弄多一点啊。唔怕啦，俺咪你同阿强讲吼，迄点地尾嘅水费、天费、迄损费吼，同不康无空用啊，真贵呢。唔上看先，迄点地尾煮东西吼，又要开天火，又要开瓦斯，算唔起咧。唉，这下生意都唔好吼，过上地位啦。跟我来煮啦，你去水改一下啊。唔怕啊，还做空用。好啦好啦，过生日哦，啊，请食我哈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唔该偏来啊！那可以买今日要用的水果啦。啊，挨去啦，水果暗虫的阿妹，唔怕啦，阿妹。林芬，我想同讲吼，也下不卡事情很多哦，最需要大家吼同心打拼的时节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吼，俺哋一定做得吼度过一段困难的时间呐。吼，来行啦哈。阿妹，慢慢行啊。哦，对的。用林芬嘅结婚首饰换来嘅钱，都本来换毒品嘅，万一系散开，一系冇办法面对。这样时，俺弟在家门口被我推了一把的大哥紧得起来。今日，俺昂神行到街巷，唔知系饱，一系摇，唔知系亏。也系实质，我当想看阿妹，可能运气好，我还做得看到灵魂。
去顺便，咱咱的海水连到电，头电充电电的脚步从不是航到终点。朋友，你别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线。昨天晚上彻夜失眠，但我愿与你紧紧相随。海水打动乱变的上瘾，就像脉搏激荡着血液，不是在斗攻，握紧拳头向前冲。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演也就从来特早做出头嘅，希望演也就會心態和起起定情遙嘅快樂，演也就幸福嘅童年，演也就強行嘅路。就算演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演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，到時候別忘了跟我 say hello。